大家好，我是早稻田的总经理，我叫吕正章。其实今仔要伫遮甲大家分享的是讲，为什么这个早稻田要叫早稻田？咱拢知影讲吼，台湾是一个宝岛，但是呢，咱宜兰嘛是一个好所在。那这个好所在内底呢，咱看到宜兰有足侪稻谷，有足侪田。但是呢，咱宜兰这个所在呢嘛出产真侪金枣，所以呢，咱是金枣的枣，稻谷的稻，甲这个田园的田，所以早稻田是安尼来，讲找到田。台湾来讲你去找到田，确实，因为咱伫宜兰这个好所在，伫宜山这个好所在，咱找到一块足好的田。那找到这块足好的田呢，咱去想讲到底是要做啥物？因为咱遮有差不多3甲地的农地，那3甲地的农地内底差不多有地坪，差不多是60坪左右。这60坪左右呢，咱甲起成，想讲到底伊这是建地，有建地，佮有农地，阮遮咧想讲到底是要甲变成啥物款？所以呢，阮就一直想来想去，讲咱会使像北海道安尼。北海道呢有一个足特别的所在，这个足特别的所在叫什么？人讲溜滑亭。这个溜滑亭呢，咱当初是要开早稻田的时阵，咱个专工请建筑师佮规划，才会动员一个团队，坐飞轮机，咱坐去北海道，去看这个溜滑亭，看了呢，咱就想讲，就是要爱甲这资源，甲这个田做接近的。所以呢，咱咧想讲到底是要用啥物厝？所以呢，咱个看到这个厝的时阵，咱个请台湾真出名的建筑师，嘛是咱北投图书馆要起这个著名叫张建筑师吼，伊实在是太厉害了。人讲吼，伊若叫 No.1 的，无人叫 No.2 的吼。为什么？因为真正台湾讲无人像伊遮厉害，遮尔有法度甲这个茶厝起了才有特殊、才有味道的人，就是伊尔。这个张建筑师呢，咱甲伊合作了后，咱就开始咧想，讲有山远眺，咱有山，看到佫有看到龟山岛，有山佫有岛，佫一个宜山即个水，即个水呢是对山顶流来，一年365天拢无停的。咱拢无停了呢，咱才咧想讲，这个早稻田实在是有够水，因为你有山有水，佫有田，所以呢，我咧想讲有山有水有田，其实这是咱伫建筑内底，伫菜园内底上好的人讲照景呢，是因为咱伫遮远眺的时阵实在是太水，所以呢，阮就安尼想来想去，才想到讲咱会使用亲像日本的建筑，所以呢，咱就去找日本的建筑，咱想这个英文名叫 CLT， 叫做沉积法的施工方法。这施工方法是安怎？拢伫日本全部拢做好，伫来台湾呢。伊这是用日本的行路器，用台湾了后才开始组装起来了后呢，咱才开始做内底的装潢。组装起来了后，咱嘛是感觉这是咱台湾叫第一名的创新的建筑。过来呢是咱台湾省相关级别的绿色建筑。但是因为是安尼，咱就看到讲现在做咱咧起的过程内底，足侪人就来想讲，恁是咧起啥物？厝边隔壁就来看讲，恁是咧起啥物厝？那起啥物厝？人讲，这间厝是来做特殊的，佮做味道。这味道是啥物？人讲ヒノキ有一个清芳的味吼。日本ヒノキ无像台湾咱的ヒノキ遮尔芳，但是日本的ヒノキ有一个清芳。因为日本的ヒノキ咱甲起起来，拢伫日本做好了后，咱来台湾伫遮印刷来组装的过程内底。咱看到讲，这实在是人讲吼，建筑爱看德国甲日本，确实是安尼。因为因这两个国家的民族咧做这施压的时阵，咧做时间过程内底，确实是真正上赞。咱嘛是因为安尼，咱才开始起来了后呢，因为咱其实甲建筑师咧规划安尼来去5年的时间。人讲吼，5年的时阵，囡仔人就会使变大人嘛。咱5年，咱毋是安尼5年，咱搁起差不多2年的时间。前后安尼搁加1年，差不多用8年的时间，咱甲这个早稻田甲起起来，这个建筑甲起起来。所以咱在想讲，当起起来的时阵，确实是无共款。咱迄阵咧起的时阵，拢地下要可能地下1楼、1楼、2楼、3楼。地下1楼的时阵，其实咱这个地下水足浅的，落地面落60公分的时阵，已经就是地下水就会使开始剥水。剥水的过程内底，因为咱要做，所以爱去抽水，
搁做时仔个，搁灌迄个那么孔灌水泥，灌起来了后呢，会开始做咱的地下室。对地下室开始讲起来哦，第一个这个厝，咱对日本去看。发想了后去看北海道有一个发想，发想了哦，这个厝起来是足水的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讲我去什么厝，我想要去查厝。第三个就是讲，伫日本拢起啊好，来台湾运，来台湾组装安尼吼。装起来了呢，确实是无共款。所以人讲吼，台湾人实在是太厉害了，确实是安尼。因为咱安尼收起来了后，竟然建筑师嘛，我都做这个工过。做起来了后呢，确实吼，人讲吼。即摆变成是咱宜兰宜山的第一上水的厝，确实是无毋对。为什么呢？叫我特别甲大家报告，大家讲，因为伊伫地下1楼的时阵，阮咧做的过程内底，咱甲厨房，因为咱厨房是用5星级的饭店的设备来做厨房，佮用什么？用像咱亲像做好的面包烘焙，即所有的材料设备拢甲放入去。所以有厨房有烘焙的所在，开始做面包，师傅伫遐做面包，做面包了后呢，佫会使做什么？我听佫有一个咖啡机啊，迄个咖啡机啊嘛，拢做好做赞的，拢进口。所以呢，人讲来早稻田时啊，啉咖啡是一个享受，无毋对。但是呢，看迄个师傅面包师咧做啥面包的时阵，伫遐搓螺拐，伫遐咧卤的时阵，真正足爽的。为什么？因为面包真香，尤其当出炉的时阵，咱有茶醋的香。还有米包的香，实在是香上加香，其实是特别香哈。所以呢，其实这个部分呢，咱来讲确实实在是足水。所以这咱是地下1楼，过来呢，咱是1楼其实是有一个迎宾厅啊，就是人客厅来的时阵，咱伫遮但是咱伫要走到挺做特殊的，咱是要求每一个人拢爱穿衬拖，所以呢，咱伫外口拢用一个置物柜。互人会晓放入去，衬拖这样，真侪人可以提讲，你这衬拖到底有消毒无？要甲大家报，衬拖是咱每一天员工拢一定甲消毒一遍，人可以走了，咱就甲消毒，用酒精喷，用外口拍日头，开始是安尼。用了后呢，穿衬拖伫内底，感受到讲整个大面积的规拢玻璃。那玻璃了，咱看出去的风景，看出去的彩虹，拢足水的。所以这是咱1楼，1楼呢，毋是干那呢，是咱客厅。佫有呢，咱来的时阵，因为阮这几年买真济台湾的柠檬，甲结成柠檬甲结冻了后呢，运出去台湾，咱运来伫中国大陆咧卖吼。嘛卖了真好，嘛是因为安尼，所以呢，咱就泡真济咱的柠檬水，请大家来啉，来的时阵就免费啉。今仔可能是柠檬水，无就蜂蜜水，无就是咖啡，而且免费请大家啉。其实来阮拢是感觉像讲用红茶的概念，请大家啉，啉了呢，你感觉真舒适。来伫遮呢，实在是足无共款的。足无共款过程内底，咱其实会使看到讲，原来遮的物件就是遮好食。那遮好食的过程内底，这就是咱第1楼要甲大家讲的一个好所在，早稻田的第1楼第部分。那过来呢，咱慢慢爬起条梯了后，你爬条梯的时阵，咱看到爬起2楼的时阵，咱甲看出去有真济什么物件呢？看出去的时阵呢，咱就看到真济咱的水车。这个水车是安怎来呢？水车是因为咱真正是。我讲吼，为着要起一间厝，咱用这足济办法。这个水车咱就是伫日本看到讲咱日本人做水车哪会遮厉害？日本人做水车，这个水车公司呢，因做差不多，我若无记唔对，因做差120年，拢咧做这个水车。这个水车咧放的过程内底，咱就想讲去看了这足水的，咱是毋是有机会甲请伊来出口？结果呢，咱就是去日本。请伊做一个特别的水车，因这个水车链做起来了，迄阵咱要运出口，原来拢是故事，拄到日本讲港口嘛咧罢工，结果无得运，咱即摆换啥物？用水车坐无人机运出来，所以咱的水车是坐无人机运来甲台湾，台湾了后，才搁甲组装起来，组装起来，你看咱的伫遐咧拍，为着水车要甲咧放来放去，阮咧入来水。因为准高水要互入来，还搁会芳。其实这个水量要控制了真好，控制了真好了后，伊才会使叮当。所以这就是咱1楼的厝，要去你甲2楼。2楼你坐的时阵，因为咱规个拢总玻璃，玻璃甲看出去，哇！人讲才知影讲早稻田实在是真正有够赞。为什么？第一个
绿色，种遮田中国的水，过来呢，过长啊遮的水，啊过来温室，啊看起来呢，确实是真正拢甲咱无共款，因为咱迄阵咧做的时候，咱就想讲要互人来遮，坐伫遮坐的时阵看出去，啊确实拢是无共款的，啊无共款来了，咱就是有做啥物？咱要想讲，我伫2楼要互食饭，啊到底是你要食啥？才有食一个，讲哦，阮有披萨，所以那时候为了讲咱要做这个披萨，啊去意大利买这个披萨炉啊，这披萨炉啊，伊上悬的温度是450度，那这个450度过程内底呢，伊安尼做，啊这披萨内底呢是安怎？伊这高温旋风炉吼，安尼伫遐烘的时阵啊，披萨烘起来了，内底是全部拢用肠啊，啊这肠是伫咱走到田种的肠啊，所以人讲吼，咱咧不甲人无共款，是因为咱是在地种的。除了在地种的了，还有啥物？在地生产，啊，佮用咱农场所出产的，啊，所以肠啊若用，啊，佮有咱有一寡啥物青菜嘛用，啊，一寡香料嘛佮用落去，用落去了后呢，啊，食起来确实是无共款，因为你咧食时阵，哦，这个肠啊芳，肠啊开，人讲哦，台湾人食肠啊实在是上素食的，啊，这上素食的过程内底，真正是特别无共款，啊，这无共款有啥物？因为这家人开始讲起来吼，真正是人讲吼。望梅止渴，确实是啊，咱是闻到肠仔味，会使流喙烂，啊，这个流喙烂确实是无啥共款吼，所以呢，要甲大家讲，这是第2楼。2楼咱入来了，你有看到一个披萨机啊，啊，披萨机啊了，你搁坐的时阵，咱搁看出外口，喜出望外的时候，到才开始来慢慢来点菜，啊，点菜呢，咱有啥物樱桃鸭，人讲吼。宜兰出产的是什么鸭手，啊，还有樱桃鸭。那樱桃鸭出了了后呢，我们还可以再吃什么？其实可以再点做这一套的物件。譬如讲，咱最近，因为阮较早伫这个民国60几年的时阵，这个宜山这个地，走到田这个地，伊是咧饲迄个麻，饲麻鱼出坎，饲麻鱼麻仔，啊出口日本的。啊，所以呢，阮就咧想讲，这个故事要怎个延续落去？啊，所以呢，阮就开始咧想啊。会使甲做鳗鱼饭，啊用鳗鱼来出口日本的鳗鱼，啊来做鳗鱼饭是不是真好？确实是有真有故事啊，所以呢，咱就开始做啊，咱的读书的同事呢，就开始去做这的鳗鱼饭，啊做起来了，哇，食了做好食，应该是差不多伫2、3礼拜前，咱这好朋友主讲你若有看到有一个阿督啊，叫加拿大人，叫威斯 Davis。这个人呢，有去咱的早稻田，伊咧介绍讲，哦，伊早稻田，因为伊咧拄啊游台湾、游到宜兰的时阵，走去咱宜山，看到咱这个建筑讲有够水的，所以帮咱介绍。啊，确实是安尼，伊讲伊用英语，啊我呢，我来用台语来甲大家介绍。啊，看啥物人用英语甲台语来 PK， 报上讲较精彩吼。但是不管是安怎，这边是甲大家讲早稻田这个好所在，确实是真正无共款。嘛，因为安尼你坐伫遐了，你就开始会使点讲鸭胸啦。樱桃鸭啦，啊，还有一个叫做鳗鱼饭，你哪个点了了，啊，开始坐伫遐，一边欣赏着窗外的美景，然后一边看风景，食饭配菜，咱是食饭配风景，咱是食披萨配风景，啊，真的是这个场景场域实在是非常漂亮，也是因为这样子吼，所以咱你看，这个好所在2楼你坐伫遮时，真正吼，咱台湾话吼，讲较一个土俗话，为什么爽？敢若爽尔，因为你食着饭的时阵，哦，看这风景遮水，确实是真正真爽。啊，除了真爽，佫会啥物呢？其实咱佫慢慢行，慢慢行去3楼。这个时阵，你如果来到了3楼，你会觉得又是别有洞天，不太一样。为什么？3楼确实喜欢3楼的空间，喜欢特别精心设计及特别有想法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咱一般的游客甲一般的人起来甲2楼坐咧食饭点菜，还是讲制作 DIY 安尼。但3楼呢，咱甲做成招待所的感觉。咱较早咧讲哦，招待所会使做啥物？咱会使唱歌，会使看电视，会使食饭，佫会使开讲。啊，其实咱坐伫遐的时阵是足舒服的空间，因为咱遐佫有一个小阁楼出去哇，有一个开天窗。这个天窗呢开了之后呢，人讲哦开天窗，暗时会使看星星。你是徛伫遐会使远眺龟山岛。
那这个设计确实是真正无同款，真少人讲我伫厝甲破一坑啊咧。因为这一个洞是我们特别留的，那留起来呢，咱得使看到讲，我站在那里呼吸到外面的新鲜空气。除此之外呢，还可以远眺龟山岛，然后徛底下买使看到龟山岛，然后往这边看，看到那里山坪啊，有山有水有岛，确实是最漂亮的一个地方。但是呢，我这三楼这个秘境真正是无同款的好所在，因为这是要特别预定的。这个秘境呢，你预定完之后呢，所有人可以去你家遐，你就被我们奉为上宾。底下你也在这招待所，因为真济公司，尤其伫台北一寡科技业公司吼，拢来甲阮遮订阮的餐厅，招待因国外的人客。阮的主厨呢，伊会安怎做？伊会去特别无菜单料理，这叫无菜单的料理。伊会去做，伊今仔伫市面上买到的好的食材，甲食材甲入味了，做成一套一人一套的餐点来食。食了的人，甲即马吼，唯嘛是一个尔，叫爽，为什么？因为吼，我毋捌食过遮好食，嘛看到阮遮服务人员实在是服务了真好。过来伫遮，因为阮阁有阮的酒庄的酒。伫阮伫法国有一个酒庄，嘛会使啉着阮法国酒庄的酒，啉起来了后呢，真的是用微醺的感觉哦。然后吼，酒啉落微微啊醉，微微啊醉，这个所在的微微啊水，微微啊水这个物件就是讲生理啦，讲联络感情啦，是讲伫遮交代朋友绝对是最好的好所在。所以呢，要甲大家好朋友讲，早稻田伫遮，确实是一个咱宜山新的风景。当初是我要去的时阵是讲，人家说画龙点睛，但是阮的想法是先点一蕊目睭，了后因为咱有这个建筑，变成一尾龙，宜山变成是咱宜兰的龙，咱宜兰变成是台湾的一尾龙，因为安尼了后你看，确实是安尼，因为咱即马吼，逐工咱嘛无咧做宣传，一寡朋友啦，还是记者朋友，因拢会来看了，感觉出水的，还是一多这些部落客的人来看了出水的，甲咱写。慢慢咱一步一步，阮对是旧年的6月29起较好，开始7月试营运到即马，差不多1年外的时间。这1年外到今年，咱伫过年过拄着这个疫情吼，嘛无法度吼，实在是嘛真困苦。但是真困苦，咱看到遮，咱台湾人实在是真可爱，真侪人来了后呢，就是讲，其实阮遮拢是做啥物？做回头客，因为人感觉真好，就叫伊朋友、叫伊亲戚，拢过来，来了后呢，确实是感觉特别的无共款。所以呢，有闲无闲，就来咱早稻田。你若有时间，无时间，你嘛来咱的早稻田来坐咧，啉一杯咖啡，啉一杯柠檬汁，坐伫遐食一个饭，啉一个下午茶，嘛实在是足舒适的。除了遮呢，咱伫外口佫一个窟仔，这个窟仔呢叫红池，它可以做什么？其实这嘛是咱过去咧饲毛的所在，咱即马就甲饲金鲤，饲草鱼，佫饲台啊，甲饲了后呢，出者即马有小朋友来遮买鱼饲了，饲鱼确实是足赞的。其实呢，看到遮鱼池鱼池内底有皮，佫这个。较好的建筑，佫一个水车，佫一个菜园，佫有机蔬菜，那确实形成咱家己足特殊的早稻田的生态圈。那嘛希望讲咱遮好朋友拢会使来咱早稻田的龙玩实创空间来遮佚佗，来遮带，人讲吼撩顶就撩卡，阿爸就阿母，然后你就招恁兜的好朋友、亲戚朋友，大家拢总来早稻田，确实是遮无共款，欢迎大家来早稻田佚佗。